小张，别睡了。喂，张太医，娘娘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，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，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娘，别！您确实怀孕了呀！打死你！别打！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让你说！娘娘，别打了！娘娘饶了我吧！我去！娘娘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怀孕了呀！回来！去你的！娘娘怀孕了！您就是怀孕了！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！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你怎么更心烦了呀？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阿西巴！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娘娘！娘娘，您怎么下地了呀？我是怀孕，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，您吃2口。让朕来吧。其实，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哎，别闹！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
你就不害怕？哎，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。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！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哎呀！鸭脖、鸭翅、鸭锁骨。猜猜我是谁？杨艳。没劲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哎，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你们几个放这儿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，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预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你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What？ 齐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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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坚决抵制。有什么了，娘娘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。我有办法让齐生不来烦我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，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，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噔噔噔噔！哎，别害怕，这个呀是我特地从马来给姐妹们运过来的榴莲。臭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是吃自己的瓜子吧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私底下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。皇上确实决定卷着他的铺盖卷来我的宫里常住，但是
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我作为皇后，后宫之主，不能独享专宠，所以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哪的话呀？您现在有孕在身，皇上理应多跟您待在一起。就是啊，就算是待在一块儿，又能待几日啊？你闭嘴，哪有你吃醋的份儿？就是。哎，你们这个时候跟我闹情绪，我可以理解。所以后宫日后的建设，我打算把它提上日程。我做了一个策划，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参谋参谋。娘娘您说，这个策划案呢，叫做轮宿制。素质。意思就是呢，让皇上按照表格上的次序，叫姐妹们轮番去大明宫侍寝。那岂不是让咱们雨露均沾吗？可是娘娘，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你哈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好，愿意把恩宠分给你？分给我怎么啦？分给我怎么啦？我愿意。你们两个别吵了，听娘娘说。你们能不能沾得雨露，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但是啊，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姐妹们又有什么能力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？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云溪正在打仗，羞死了！国家很不富裕，皇上每日都在为了此事发愁。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，忘记烦恼，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叫你们去侍寝啊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也不会打仗啊。就是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！哎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，但是如果能用钱买得到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出你们的 money 呢？妈，银子。哦，现在战事吃紧，缺的就是军饷。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忧解难，皇上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满足你们呢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玉簪略表心意，我宫中还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马上派人去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马上到宫里去取。我也命人准备东西去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回来！站好了啊！站齐了，立正。我宣布，第一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。娘娘，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您说轮宿就轮宿嘛，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呀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发火？就是怕他发火，我才设下此计呀。奴婢又不懂了。您说皇上那样子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？礼不在贵重，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，我就不信他还肯拉下脸来伤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，骑虎难下。来，看着点啊，当心有台阶。来，小心啊！鹏鹏，叩见皇上。来，放下。来，打开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是现在云溪战事吃紧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称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
皇上一点心意，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。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，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一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还不是鹏鹏体恤您，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。你这是关心朕？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？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君想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。您说，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。此事便听你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。皇上，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宿表，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。知道了。娘娘，我给您弄来了，这就是侍寝轮宿表。宝贝儿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又让你去跟强公公使美人计啦。真是春雨贵如油啊！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儿，好歹也算是去了，我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今天碰到皇良园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，都是轮宿之害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宝贝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去，给大明宫诉完补药去，啊？顺便表达一下我对皇上支持我工作的感激之情。啊，真是搞不懂您了。皇后娘娘，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朕看是你病得不轻。我是问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张太医那儿有药，包治百病。啊！
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有肚子，不方便。你没病，我有病，再见，不走。皇妃，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可好用了，是什么牌子啊？来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。臣妾们求皇后娘娘垂怜，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家给皇上、皇后和皇祖母诵经祈福去。这一大早上的集体玩出家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后娘娘的论素旨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，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罢了。唉，该来的总是来了，看来这九妞啊，是忍不能再忍。我们姐妹几个想着，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，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，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那种可心的人纳入宫中伺候。是啊，娘娘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哭了，坐下吧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，我早已经了解清楚。不过，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，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？娘娘，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，但我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人财两空也罢了，最关键是也不能免，这哪叫人过的日子？就是。情况棘手啊！靠，齐胜留下来的烂摊子，我凭什么给他收拾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那嫔妾们出家的心已决，还望娘娘成全。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，哼，这是来威胁我的呀。那好吧，说法呀，啊，我是给不了的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皇上忙，啊，对大伙儿可能没有顾及到。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，非要出家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啊，绿梨，绿梨，娘娘，这怎么办？宝贝儿，去，让人到郊区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，最好是环境好的，僻静一点的，真的要去？没有什么人来往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哎呀，我这个绿梨啊，办事儿就是利索。我向姐妹们保证，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搬进去。妹妹刚才感到醍醐灌顶，现在想来，出家不过是一时的冲动。是啊是啊，其实这个想法还蛮不成熟的。望皇后娘娘容我们几个回去再考虑一下下。对啊，打扰娘娘您了，是姐妹们未能顾全大局。也好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想好了，我们再来商量这个家到底怎么出法。那嫔妾们就先告退了。快走走，快！娘娘，皇上没跟那些娘娘们睡在一起，是因为对您一片真心呐，活该他们都变成熊猫眼儿。绿梨啊，你就相信一代帝王会变成情种吗？娘娘，咱们就不能再信皇上一次吗？宝贝儿，齐胜他不是情种啊，即便他以前情种过，那个对象也不是我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娘娘您消消火，奴婢不说便是了。我这火哪那么容易消啊？他总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，还让我给他擦屁股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可是，我找谁呢？赵王，我与你的关系呢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所以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。我就说嘛，重要的事情你还得问我。你少嘚瑟啊！我就是想问你，皇上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？嗯？比如说女人的刺激？娘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弟他明明是个可以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，为什么要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不沾雨露呢？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我亲自查的房。嗨，皇上一向都是一个专情的人。不过也难怪，我们齐家的男子向来如此，洁身自好，至情至性，惯出情种。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我。冤大头我见过，你这么冤的大头还是第一次见。嗯。娘娘，昭王今日可跟您透露了什么有用的消息没？可靠情报一点没有，反倒说了齐胜的好话。啊？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齐胜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人家都拐跑你媳妇儿，你怎么还帮人家数钱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日子娘娘你也看到了，皇上呀，他不仅对您百依百顺，就连您送到大明宫里的那些娘娘们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觉得呀，皇上用情专一的对象就是您呐。哎呀妈呀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对呀对呀，对你个头啊！女人的脑子就这么不记仇吗？人家给你叼2颗糖豆豆，你就什么都忘了？在江北的时候，齐胜差点要了老子的命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，也动摇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决心。关掉，清掉。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？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，太辛苦了，多睡了会儿。操劳？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不是帮人相亲，就是忙着组局喝酒。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。我呀，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？吃饭喝酒，是好榜样吗？放下吧。是。这些史书、兵书以及4书5经，一定要抽时间熟读。听太医说，这是对胎儿极好的早教。哎呀，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，读什么史诗啊？你若不行，朕会从宣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。皇上，我错了。真知道错了？真知道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应该好好的在宫中养胎，注意胎教。罢了，书就不用读了，退而求其次，不如你学学刺绣。啊？说不定怀的是个女儿呢。不，万一是个男孩呢？学刺绣，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？朕的儿子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。就请皇后为朕绣个荷包吧，也好修身养性。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？啊？
5日后，朕来取你的荷包。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秀荷包啊？今天你要嫁给我，皇上。你看这花瓶中，哪一朵花最漂亮？哎，这朵。这是干什么？花束讲究的是整体美，一枝独秀的花太抢眼，反而就不好看了。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？哼，还好啊，我是做足了功课。怎么，找朕有事？的确有事，想求皇上成全。说吧。我家堂妹啊，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延两情相悦，难舍难分。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，实在是难得，所以还请皇上赐婚，成全了他们。相信皇上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。朕懂。不好受吧？这个无需你操心。真是不好受啊！如今这两个小朋友算是坠入了爱河，正所谓落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千万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朕许了。啊，这就许了？明日一早，朕就宣旨，君无戏言。那我先替杨延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。朕只是希望，你临产前的日子，不要再东跑西跑的，待在兴圣宫，好好养胎。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！人的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亡一生，要么赶着去死。张庞庞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没什么，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，哎呀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干什么了？不会是抽风了吧？哎呀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！
宝贝儿，你过来帮我绣吧。娘娘，荷包这种东西本是男女之间的信物，奴婢是万万不敢帮您绣的。好宝贝儿，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娘娘，人家还没给男人绣过荷包呢，人家要把第一次绣的荷包留给将来的那个他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绣好了。绣好了。你绣的荷包还挺有特点的。那你品味还挺独特的。收拾收拾，朕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。从这里望去，圣都城尽收眼底。你感觉如何？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太冷了。这样感觉好些了吗？这样感觉有点过了。朕今天想和你说说江氏的事情。没事，说他做什么？你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张鹏鹏了，朕怕以前的事情你已记不得了。那时我陪成祖去张家游园，觉得江氏更平易近人，更需要人关爱照顾，便总是与他多说两句。你见了，便记恨上他，时不时就去找他麻烦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便越是护着江氏，与江氏越走越近。哎呀，撒娇的女人啊，最好命。你变了性情，我虽不能理解你说的现代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妻子，只是换了个性情罢了。可现在的你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我们的感情。哎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即便是不重新看待也没问题的。许多事情变了，又怎么能不重新对待呢？我渐渐发现，我对江氏一直以来都是怜惜。因为江北那件事情，赵王对江氏整日闹脾气，江氏积郁成疾，所以我才会将她接入宫中，也算是救下一条性命。你可理解我？那你到底是喜欢江氏呢，还是喜欢江氏呢？鹏鹏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在装糊涂？
我说皇上啊，我熬了5个通宵没睡觉给你绣荷包啊，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困，我没有什么精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了。我想听，你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太明白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跟我解释，不管你是见异思迁，重新对我产生了兴趣，还是迫于形势所迫舍弃了江氏，你都是迫于无奈。鹏鹏，你这样想，唉，怪只怪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爱上过一个对的人。鹏鹏，你恨我，是吗？恨过。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了你，对你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但是现在我不了。其实我早已察觉，你知道了江北那件事是我出事的，但你又是如何看开的呢？对一个人还有希望，就会有恨，而我对你的恨早已消失殆尽了。鹏鹏，你是我从未见过的女子。我们打个赌，你敢吗？哎呀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注视太久，总会迷惑，看不到，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。我不赌，男人的誓言是最没用的。清晰的是你轮廓，时光微笑我回去吧。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肚子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还我肚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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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娘娘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我刚才梦见我肚子没了，虽然平时我一直没把这孩子当回事儿，但是梦里发现我肚子没有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被人拿去的左右手一样，痛苦极了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成了我的一部分了。您放心，孩子一定会平安健康的生下来的。宝贝儿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是要做皇帝的。他是九王，也是要做皇帝的。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怀孕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想起过。没想到我居然也有今天。
正所谓骨肉之气，血浓于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。过几天，我就冒险去求救九王。皇后娘娘，九王，难怪以前我们会在这声色犬马的春江花月夜相遇，原来这里是你们碰头的根据地啊！女神姐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圣都城内上下都是皇上的眼线，唯独这里是他想不到的。他那人呐，不好女色，是不会来这儿的。娘娘大可放心，这家店面已经被我们盘下来了，青楼不过是个幌子罢了。皇后娘娘，臣感激娘娘不嫌扬言顽劣，让这不孝子能攀上张家如此之好的姻缘。不用客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我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要商量云溪的要事。现在军中三足鼎立，我张家最大，剩下的便是杨将军和齐胜的心腹贺家了。从即日起，杨家和张家也算是一家了。我瞧着皇上最近去议事厅的频率，恐怕要对云溪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张杨两家联姻，皇上无论动哪一家，都要好好的想想了。臣还是料不定，这皇上究竟会派哪一方的兵啊？齐胜最会派的，就是我张家的兵。因为张家的兵带兵南下，便可大大削弱张家的兵权。而杨将军与九王的关系，齐胜应该一清二楚。为避免九王在云溪界战乱起义，恐怕是不会派杨将军去云溪的。娘娘果然雄才伟略，与寻常女子不同，令老臣佩服啊！现在我们就等齐胜先有动静，看他有何意图，再借机生变。哎，你们可收准了啊！你们计划变不变我不管，我那媳妇儿可不能给我换了。你，好巧啊，老地方又见面了。有事？九王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这是作何呀？本来你我二人结盟是为了自保，现在多出一个孩子来，恐怕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吧？为何说出这等话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对他有了感情，不得不为了他感到担心。本来齐胜一死，你一定是皇位的不二人选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志向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会成为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吧。娘娘竟出此言，怕还是不了解我对你的心意。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我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。如何才会让你放宽心？放弃皇位。我知道，我的要求是过分了些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管我是当爹还是当妈，我都要为他负责任。他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应了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做此牺牲，只希望你永不负我。
宫中只有皇上敢上皇后的床，可他什么时候跟杨言学会凌波微步了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要临产了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虽说你曾把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可我人是活的，还不是想来就来。皇上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找太医给你瞧瞧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孩子生下来的。我要的是母子平安。快把太医叫来！张太医，张太医，张太医啊，您这边请。来了。刚才娘娘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您快看看有没有事。哎呦，微臣给娘娘请安。我今天不打你，快点！娘娘孩子安好，估计这2年就要生了。娘娘再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啊！看他们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拍死你？别！娘娘别！微臣告退，微臣告退。告退。哎呦！皇上，皇上，要生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外面？罪臣该死，罪臣怕惹娘娘烦，就出来了。朕进去看看。哎，皇上还是不要进去为好，人多了不利于生产啊。他进去多久了？约2个时辰了。朕问你，朕听人说，生孩子比身上挨刀伤痛10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太他妈疼了，还要几百回啊！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娘娘你用力，娘娘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痛？皇上恕罪，罪臣确实无计可施。从古至今，千万人都要经过这生产的阵痛才能生子啊！大胆！朕的皇后岂能和寻常孕妇相提并论？朕命你速速想出办法，解除皇后的疼痛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使劲儿啊！娘娘，使劲娘娘，哎呀，不够了，娘娘，出血了！来，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，使劲！1、2、3，哎呦！你们倒是想办法呀！
你受苦了。你生产的前一刻，屋子里没声了，令朕着实担心。都喊得没力气了，哪儿还喊得出声啊？生了皇子，你爱吃的那些孙，也算没白吃。生男生女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你见孩子了吗？眉眼很像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眉眼像你，生出来还得带他去韩国整容。你这些胡言乱语，可千万别交给孩子。娘娘，自打您生了小皇子以后呀，就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日宴，您一定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你行了啊，少跟我提什么女人味儿。我不过就是生了个孩子，我的心啊，还是个纯爷们儿。娘娘，您和皇上真是越来越恩爱了呢。前一阵子刚送了一个荷包，今日又要送一个。这个荷包不是送皇上的，这是送九王的。啊！您为何要给九王殿下送荷包啊？宝贝儿，一个人想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总想着靠别人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运筹帷幄，才能掌控大局。所以，九王这条路是万万不能断的。可是娘娘，您不是已经生下小皇子了吗？在后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呀，为何还要联合九王殿下呀？君子之道，在于制衡。单靠我们张家的势力，在朝中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。而加上九王和他背后的力量，我们就有了拼的资本。齐胜再想对我们做什么，就得好好想想了。娘娘，绿丽明白了。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皇上，奴婢给您倒杯茶吧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朕不喝。是。站住！交出来。交出来！下去吧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天宴，朕特来接你一同前往。不知道皇上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。朕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个字甚好。啊？这是名字？这个是念景吗？都是做母亲的人了，为什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这个字念浩，齐浩，
以后，小皇子就叫齐昊。哦，起名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人就决定了啊？你去问问，谁认识这个字儿？只有你不认识罢了。你这样，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